一條命嘅人生觀。一條命係香港一句俚語，其實佢好實在咁表現一個人點樣艱辛咁衝破唔同程度嘅困難去生存。每個人都唔同，所以所承受嘅都完全唔一樣。但係每個人都一樣，只有一條命。或者如果用一句較文藝嘅說法，人能夠活兩次，似乎更加能夠顯示一條命嘅真確一面。人冇兩張面係一樣嘅，所以每一個人嘅一條命當然都唔同。可係人喺行走人生路上嘅模式，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方向。其一，人出世之後便係人學習嘅開始，知識同人生，即係學習點樣學習新知識去貼近所處社會嘅發展，同時不停咁追尋人生嘅意義，即係從觀察同思考唔同嘅人生智慧，並藉此改變自己嘅人生觀，從而建立一套自我嘅價值觀，作為衡量是非對錯嘅準則。其二，成家立業同養兒育女，呢個係關於延續整個世界人必須承擔嘅責任。由於每個人嘅智商、能力、體能、性格同天賦都唔同，所以唔可能有一套成功嘅準則。事實上，歷史上亦都冇一位人皆認同嘅成功典範。咁睇嚟，人人都有自己嘅一條命，唔需要同任何人比較。你嘅一條命同任何人嘅一樣寶貴。可惜，一條命呢個個人領域有可能被他人無意地踏入。上文講到養兒育女係一對夫妻必須承擔嘅責任，夫妻兩人係兩個唔同嘅一條命，但對兒女必須共同協議採用同一方案。事實上，要兩個唔同嘅人同意執行一個教育方式係有一定難度，但係呢個必須如此。可惜，一旦喺其中加入第三者，例如祖父母，事情就變得複雜。當中最大嘅理由係嗰位祖父或祖母忘記咗當年佢哋為兒女所承擔嘅責任，佢哋所忘記嘅係兒女嘅教育係由父母負上責任。此外，人嘅關係係唔會變嘅，但係人嘅身份會隨住時間同環境而有所改變。比方，當一個人結婚嘅時候，佢除咗係人子之外，同時成為人夫。如果有咗兒女，佢除咗係人子同人夫之外，更加係人父。應對唔同身份嘅人有唔同嘅態度同方法。如果一位祖父只睇關係唔睇身份嘅話，一個本來和諧嘅氣氛可能會變得混亂。每人都有一條命，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平安喜樂，唔好辜負自己呢一條命。愛係人間至寶，但愛亦都有界線。